第2章的信息前面也是审判，后面是安慰。那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读到13节，13节是审判的信息。那我读1节，大家读我读上半节，大家读下半节。好，从第2节到13节。第2节我来读，我读上半节，因为它是诗歌题材，所以是起印的方式。第2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像和胸间的淫患，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让他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增添他的金银。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吃酒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寿安息日。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我必追讨他数日给诸巴力烧香的罪。好，何西阿书第2章2到23节是审判和惩罚的宣言。可是我们上次在第1章的第10节到2章1节，那个话语是充满着安慰跟盼望，然后接着马上第2章的2到13节是离婚的哀歌。他把焦点又转移到先知先前的生活跟传道的事工，所以这是诗歌题材。所以那个现代标准的跟修订版都用诗歌的排列我们和本没有它是诗歌也是一篇讲章，用诗歌写成的讲章，其实也是一篇控诉文。它跟前面的散文体不一样，它这里有2个层次。这个何西阿跟他的家庭是一个层次，上帝跟以色列人是另外一个层次。然后呢，在上帝的法庭上，以色列人是被告，是被传讯者，上帝扮演双重的角色，他是控方，他也是法官。所以以色列人的罪状被宣判，因为他们对上帝不贞洁，因此婚约不能再延续，上帝必须跟以色列人离婚。但上帝仍存一线希望给以色列人，因为照希伯来人的法律，犯奸淫人必须处以死刑，申命记22章22节。但这里没有处以死刑，可见到了这么悲哀的地步，上帝仍然有温暖的痕迹。
所以何西阿无论采取什么行动，他仍然爱他的妻子，正如上帝仍然爱以色列人一样。尽管条约规定迫使他不得不寻求离婚。好，我们先看2章2到5节。2章2到5节，请看2章2到5节。我用那个修订本读给大家听了。第2节，第2节说：“我要跟你的母亲理论，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光她，使她赤身，如刚出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干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儿女。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跟随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好，在这里这段话的时候，是耶和华跟何西阿是控诉者，表面上是何西阿在控诉他的妻子歌妹，其实歌妹是代表以色列，歌妹跟以色列都是被告。耶和华还是身兼法官，而且他身兼法官、控诉者，也是审判者，而且是执行惩罚的人。好，我们来看2章2节。2章2节，这里是邀请何西阿，邀请他的儿女去控告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的言行使家庭走向毁灭。好。这个奖章有2个层次，是何西阿跟他的女儿在法庭上，那歌妹在场，他向法官陈述，他陈述的目的是何西阿希望判决与他的妻子离婚。他一讲话就用典型以色列人他们离婚文告所用的程式，用的公式：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不是她的丈夫。第2节，何西阿的用家庭做比喻，表明上帝跟人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争辩的意思就是理论，法庭用语就指控。然后呢，把这个指控的话呢，他的指控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样子啦，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要控诉谁不贞的话，他们先做这样，把自己的儿女请去跟他的母亲讲说：爸爸愿意原谅你，你可不可以回到爸爸身边？请你跟你的离开那个男人吧，回来吧。由儿女去用爱的劝告、爱心的呼喊。如果儿女呢劝告又劝不听，这个做丈夫的劝也劝不听，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把他带到法庭去。所以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来，我们来看第3节。他说：我要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意思就是你如果要回来，你还认我这个丈夫，你就要把你脸上的淫相、胸间的淫态除掉。你如果不回来，我就要剥光他，使他赤身。好，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们来讲解一下那个背景，我们就了解。你知道那个除掉那个淫相跟淫态，那个原文是复数的，表示他身体脸上抹了好多的化妆品，佩戴在头上跟胸间的装饰，那个是非常美艳但不端庄，是用色情来诱惑人，然后引导人来跟他产生不好的关系。所以用这2个淫相跟淫态来表明他做了不正当的跟他的身份不正当的行为，所以这些装饰跟这些都是跟迦南宗教的淫秽的礼仪有关。所以你们知道，当时的迦南宗教的祭司是带着牛头，手拿着那个他们跟这些人来的话，他们来做了很不合理的。等一下我解释那个巴力，你们就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里面都觉得他们很神圣，很神圣。但是我们等一下听了，我们会觉得很恶心啊！这种情形，好，他说他的目的说，你除掉这些，保持贞洁，所以你从外来改变，不要再带那些东西，让人家引起人的遐思，然后引起人想接受你的诱惑。他说，所以你会发现，何西阿没有把他赶走，不把他赶走，也没有不认他，而是说你回到正途，你那些除掉吧，我还是要接纳你。你有没有发现，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心意？所以第3节到第5节，他说要以色列除掉淫荡的个性，免得遭受裸体的羞辱。不但裸体的羞辱，而且会引起土地的荒芜，然后自己的死亡，也导致他的儿女不受怜悯。好，在这里讲到几个惩罚。他说，第一个惩罚要剥衣赤体，因为以色列人的习惯，在结婚的时候，丈夫要为妻子披上新衣，披上新衣，披上新衣。然后，但是妇女若有奸情，对丈夫不忠贞的话，或者离弃丈夫跟人同居，那儿女又去恳求，又没有效果，那父亲必须采取合法的行动来惩罚淫妇。所以，这个做丈夫的虽然不情愿，但是也就由子女在公众剥下他的衣服，让他公众的赤裸身体，然后公然的蒙羞，然后他就是跟他离婚。这个现在以色列人公然的离弃上帝，那最后上帝没有办法，他只好遗弃，他只好放弃。所以以色列人犯了淫乱的罪，使上帝十分伤心啊！上帝就任凭他蒙羞。好，这是外表上的蒙羞，但是里面呢，更糟糕的是，如什么？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干渴而死。那这两个前面是在讲家庭，后面在讲以色列啊，因为他这两个都混在一起哈。那个家庭上如果淫乱，儿女屡劝不听，丈夫挽回不了。那只好照法律，其实有2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把他剥衣服了，一种是把他带到城门口，大家用石头打死了。啊，那这个做爸爸的、做女儿的，他们不愿意妈妈就死掉，因为人生的生命就这么一条，死去之后有没有办法挽回？是盼望这样公开羞辱他，使他愿意回来，而且先警告了。好，接着跳过来3章的下半节，说如旷野，如干旱之地。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巴力的崇拜啊，他们把女性当作大地，然后用男性的精液做滋润大地的雨露。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那个崇拜非常的淫乱，来象征这个。他说那个雨露是谁呢？巴力，巴力是雷公，巴力也是雨神。所以雷神跟雨神一降下来，那个荒芜的土地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丰富，就生产。所以他们为了丰富，就这样做。啊，上帝说：“你拜了巴力，你以为巴力会降雨？会给你降雨。结果呢？上帝说，何西阿就用当时的迷信的思想说：你们这些敬拜巴力的啊，反而你以为巴力这个神明会给你降甘霖，错了。地反而荒芜，无法生出蔬果，干渴致死。你以为拜巴力，你的土地就有那个繁衍的能力，然后呢，菜蔬都长得很漂亮，然后葡萄园都长得很好。他说你们错了。所以这里他就提到了一个以色列人曾经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的经历，那些你们拜偶像，反而会荒废，成为旷野，雨水会止住，地被荒芜，甚至干渴而死。真的，你们拜了巴力，反而生命力就消失了，对不对？他说，因为你们当年在旷野，如果没有上帝行神迹，给你们水喝，你们早就这样了。所以，家庭的淫乱，其实在影射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淫乱。家庭的堕落、赤身裸体，就表明说，那些旷野里面，本来你以为拜巴力多会丰富啊，这些全部反而说光秃秃的，就好像
那个赤身裸体一样。这两件事情就这样做了对比。好，这是诗的题材。然后呢，他说这样已经很恐怖了，还有更恐怖的。你以为这样啊恐怖，还有更恐怖的，就第5节。第5节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跟随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子女们不蒙连续，并非因为子女犯罪，不是，是因为他们从淫乱而生的。那这里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母亲犯罪，使儿女跟着堕落。以色列人最注重家庭教育，他们从小父母都要教导，所以以色列人认为母亲就是家庭教师，而他的母亲哥妹是个妓女，他的淫乱会影响他的儿女。那我们何西阿书3章13、14节也是。所以先知他要孩子去劝母亲哥妹，可是他们不听从，因为他们受影响了。他们觉得母亲做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母亲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母亲快乐就好了。哇，连自己的儿女要去劝，结果我劝不动啊，反而跟爸爸说：“爸爸，你太古板了啦！现在人都流行这一套了。”你看这个情况，做丈夫的情何以堪？所以他听到这里的时候说：“我不疼爱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妇生的，因为他们认同了母亲的行为。”哇，这是他更伤痛。然后呢，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人有个概念，他们的观念是认为他们叫那个英文叫 cooperative personality， 那个团契人格。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认为一个人跟团体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全民的安全。譬如说亚干那个约书亚记第7章，他犯罪时，整个以色列人受惩罚。所以在这里3到5节就说，你这些母亲，你做了可羞耻的事，影响到下一代。好，这有3个了。第一个，你母亲本身要被离婚、被剥衣服，这已经够羞耻了。第二个，你自己这样做，影响了下一代，更糟糕。好，那就讲到以色列人的，这就很明显讲到以色列人以后遇到大饥荒的这些观念。好，我们来看2章5节，在这里讲到母亲的淫乱。他的淫乱是原因是什么？他以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情夫而来的。你看第5节，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结果他讲这句话，就是哥妹讲的这句话，被带到法庭上去了。因为他儿女去劝他，他也去劝他，他不要。他说：“我跟着说我所爱的啊。”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那个希伯来文的直译就是让我一直追逐我的情夫。这个追逐我的情夫，那个追逐啊，随从的这个字啊的字根有那个沉重的喘气。其实这是很生动在描写他跟情夫纵欲的情况。他所爱的、所追求的是巴力，这表明他敬奉巴力，最后敬奉到一个地步，跑去做庙妓啊！而且做庙妓更糟糕啊！那个妓女在那边等人来，他不是，他不等人来跟他玩弄他身体，反而很亲贱、很淫荡的去追逐人。你说他情何以堪呢？情何以堪？所以一般妓女不会去主动追逐男人呐。这形容哥妹这样作践自己，不但不安分在家，而且出去自由的膜拜巴力。而且这里所说的我所爱的，我所爱的，追求所爱的，这个是复数，表明哥妹人尽可夫，这是多么的恶心。所以他有意识的自己自甘堕落的，然后欺哄自己。他相信他所爱的会给他富足，会提供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判决书就写了，他继续选择他的道路堕落下去，会一直到痛苦跟挫败的结局。其实他得不到他所爱的了，他唯一的希望就应该归回前夫。所以对以色列人的判决就是说，你们继续这样坚持下去，你们整个国家就会灭亡。好，然后呢是这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明知上帝的爱而故意选择其他的道路？他们
尝过上帝对他们的真爱，把他们从一个奴隶、没有生命权、没有名字、没有自主权，他们唯一的就是做不完的苦工。结果这样的人被拯救出来，却脱离不了他们的奴性。所以他们却认为饼啊、水啊、羊毛、麻油、酒精这些必需品，在那个哈mmura比的法典呢，这些是写着是丈夫供给妻子日常必需品。那这是古代近东的那个的经济的基础，其实也象征着上帝丰富的赏赐。耶利米书31章第12节。所以他们农产品就第8节都以五谷、新酒跟油来做代表。那这样子为什么会用这样讲呢？因为迦南人认为他们整个农产品都是巴力丰富之神赏赐的，因为地中海的气候只有每一年的冬季跟早春，就是每年的10月到4月会下雨，其他的干旱就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因此迦南的巴力既是太阳神，又是风神，又是雨神，所以巴力非常的盛行。所以雨水就代表着生命力、生产力、经济复苏。所以如果能够获得雨水，他们这个地方就强盛。而巴力呢，它是诸神之首，巴力它是雨神又是雷神，是万物之长。那个巴力每一年干旱之际呢，就是巴力是死在那个死神莫特他的手中，然后一切就凋残零落，只有他的姐妹也是他的妻子阿挪德就杀死了死神，巴力就复活。结果他们两个一交合以后，那个阿挪德就怀孕，就生了牛犊。所以那个神话的内容里面呢，敬奉者就要跟庙妓苟合。而巴力的祭司，你们知道，那个祭司是女祭司啊，那女的啦，然后呢，她就戴着什么？戴着牛头的公牛的面具，然后前额有角，手持着棍，右手掌雷，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也以为他们很淫乱，他们说不是，我们很虔诚，我们不这样，我们的不能风调雨顺，我们不这样，我们不能心想事成，我们不这样，我们不能成功。实在，所以上帝非常的恨恶，而以色列的先知的工作，就说真正的会降雨的提供者是上帝，而不是巴力。巴力是假神，所以耶利米书第2章8节、23章13节都这样子。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啦，有先有有保庇啦，有价有惊气啦。最好所有保全压了，了解吗？这是华人的笃信。华人从来不会认真的对真理产生批判跟反省，选边不会选边呐。那个曹丕就是曹操的长子，他写一篇叫做《典论论》嘛，对不对？家家自以为卧灵蛇之珠，抱金山之玉，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家有的最好宝贝。他说：“我的父亲曹操啊，不弥天大王以该之，我们呢全盘都接受。”那个李斯剪那个秦始皇的时候说什么？他逐客经，他说：“泰山不择细壤，故能成其大；黄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对不对？所以呢，所有教都信所有神明都保庇然后呢，所有天堂都去参观，看哪一个比较好再倒几杠要倒几杠，要倒几杠。他们没有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没有那个是非黑白之分呐，所以这个你有一个人博洋说这是酱缸文化，没有是非。好，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上帝不尊敬，他们就认为所有神都拜，耶和华也拜，巴力也拜。我也不必然看搞啦，我亚香对拜得好啊。你那么迦南人过了2000年，他们土地那么丰收，他们就靠这一套嘛。那我们不这一套，怎么这样呢？所以耶稣说，他们如同羊进入狼群，结果呢就多了一匹狼，少了一只羊，了解吗？
就整个跟人家认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王如亚哈，他也借着联亲，借着联婚，然后接受巴力跟亚瑟拉，跟上帝一起攻在圣殿，成为官方敬拜的中心。这是列王纪上16章31节到33节。所以何西阿就用这个婚姻的比喻，提供这些物品，上帝提供这些东西，代表上帝履行圣约。而以色列人竟然把上帝所提供的丈夫给你柴米油盐酱醋茶，又给你衣服，又给你金钱，结果你拿这一些跑去供养小王啊，还认为小王给你的啦，你去倒贴人，还认为小王给你的啊，这就是以色列的情况。所以他们给的工资，来你看一下哦。他说第5节说，都是他们给的，都说巴力给的，其实不是啦。这里在暗示说，你呀，你这个人做了，很难听啊，做了妓女，现在妓女也不能讲，叫做性工作者。你做了性工作者，你去倒贴人家，还说这是人家给你的饿肚子，这是荒谬嘛，对不对？都在讲这些情况。好，我们接着下面。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败坏了。接着下面呢，开始2章6到13节，都在讲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上帝审判他们有3个：第一个，他们没有出路；第二个，没有出产；第3个，停掉宗教节期。好，我们先来看没有出路。我们来看2章6到7节，我用那个修订本读给大家听。因此看了，我要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以致他追随所爱的人，却追不上；寻找他们，却寻不着。就说我要回到前夫那里去，因我那时比现在还好。好，6节7节是上帝第一个审判，用荆棘与墙挡住以色列人，使他们找不到情夫，使他们能够回到上帝那里。你知道他们追随啊，第7节那个追随是意志坚定的追随啊，那个寻找啊，第7节那个寻找啊，是指的寻找崇拜之手。他们拜偶像得不到回应，却得不到回应啊，得不到回应，他们就更虔诚的去加码敬拜啊，终究得不到啊，这是很荒谬，他不会觉醒。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讲那个小儿子，他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3个来使他的，第一个他就醒悟过来，有没有？醒悟过来以后，他就做计划要回到他爸爸那边。他说我要起来，有没有？第3个他就用行动说，于是起来。他3个来就产生他的整个悔改，而以色列人不肯悔改，他找不着。追不上，寻找都找不到，还在那边加码，你倒贴人家了，人家不要你了，还在那边说，还在那边哭说他为什么不要我了？荒谬。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真的忘记了。还有第8节到第9节，所以让他找不到。他找不到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在这里用苦难兴起环境，要吸引他们回来，吸引他们回来。就好像那个浪子要回来的时候，那怎么说？他说：“我难道在这里饿死吗？我连吃猪的饲料都不给我，可是我的父亲在家里口粮有余，我宁可做我爸爸的临时工，还比在这里做养猪的长工还好，对不对？”所以他跟他爸爸说：“父亲，我得罪天，我得罪你，我不配做你的什么儿子。”我只配做你的雇工，雇工不是长工哎，雇工的洗了嘿，什么雇工是现在的话叫什么？啊？不是 part time 的，叫做这个叫什么？派遣的啦，派遣的不要你就不要你的啦。他说父亲，我只做派遣工了。结果他父亲给他穿上衣袍，变成儿子；穿上鞋子，变成家里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走，因为你的家里有分线呢，分界线呢。儿子可以去的，有些管家不能进去呢，了解吗？管家能进去的，长工不能进去呢。
啊，长宫能进去的，故宫不能进去的。哎，家里分那个啊，最后给他戴戒指，所有全戒，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浪子的那个爱，就他跟他对照何西阿，你就哇，那太感动了啊！他们这些人才太这样子，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有没有在等那个小儿子？有，相离还远的时候，他老爸可能是拿着望远镜在，对不对？有没有在看他？结果呢，是谁先冲过去找小儿子？爸爸，他爸爸一冲过去的时候，那小儿子赶快怎么样？以为他爸爸要垂下去了，就赶快说：“父亲，我得罪天，我得罪你，我不会做你的儿子，对不对？”结果他爸爸是拥抱他呢，结果他爸爸嘴唇戳过来，他以为要咬下去了，结果是连连亲嘴的，对不对？人都一直在猜测上帝这么不好，其实上帝不是啊，以为他这样困境，上帝不要他，不是啊，在困境说：“我就巴不得你对我说，我要回到我前夫那里，因为我那时比现在更好，我就在那等你，对不对？”啊，这是上帝的爱，所以何西阿书每一个控诉都是出于上帝的爱，我这个是很感人。好，我们来看第8节跟第9节，我用那个修订本读给大家听。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新的油，又加添他的金银，他却用来供奉巴力。因此，我要在收割的日收回我的五谷，在当令的季节收回我的新酒。我要夺回他用以遮体的羊毛和麻。好，8、9节，以色列人忘记上帝才是真正的施恩典的主，结果他们把上帝所给他的，结果去制造巴力，所以上帝要把它收回。他不知道丈夫所提供他的所需，这是一个任凭己意、偏行己路、很任性的忽略。所以第8节说他不知道，这个知道的希伯来亚大的意思是认识。亚当跟夏娃同房，就这个字，表示要互相委身呐。我做丈夫的，我委身在你身上，我供应你一切所求的，你要委身给我，两个彼此委身。结果以色列人，上帝啊，你委身给我，我要，然后呢，我委身给你，我不要。这个很荒谬，所以很多年轻人妈宝就这样嘛。爸爸妈妈，你给我钱要啊，责任我都不负。我们有些大学生也是啊，在我那边攻读，他说：“牧师，你帮我做，你帮我做，你帮我。”我说：“我请你来，我帮你做啊，钱你领哦，啊，工作我做，那怎么可以呀？啊，你来攻读就是要培养你工作责任啊。”还有一个8点上班，他每次10点来，有时候11点才来。他说：“牧师，我晚上给你多做5、6个钟头了。”我说：“我不要，你就给我8点来，因为我8点来，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不培养这样，出去社会没有人容许你。结果那个人就这样，他说：“我晚上给你多做3个钟头，就是我晚上多6个钟头了。”我说：“我不要。”结果他这个孩子出去，真的都是8点上班，都10点到，都被开除啊。他3个工作连续3个月被开除了3次，以后人家看到你前面为什么来，看到那个人说不要他了，连给他机会都不要，就给他机会都不要。所以。他们这些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这怎么办呢？他们很任性，他们不知道上帝给他的五谷、新酒跟油，他不感恩委身，还寻求其他的满足。这些必需品是上帝爱的记号，清楚写在所立的约，申命记7章13节。而审判的时候，他们这种故意忽略的，会被判处夺回所有的供应。唯有上帝收回生活的供应，以色列人才会悔改跟认识上帝啊！何必等到这时刻呢？何必呢？何必呢？你们知道台湾被家暴的老人越来越多。你知道老人被家暴？我在环保联盟啊，我们看到家暴通报的有老人多，而且这些老人被家暴的有一个特色，99.9%都是老男人，没有女人被家暴，几乎没有。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看被家暴，那老人为什么被儿女家暴呢？很简单，那年轻的时候遗弃自己的家庭，然后去找小三，然后去养别人的儿女，然后老了病了回来，妻子那边一回来带着罪恶感，
带着罪恶感应该认罪嘛，道歉嘛，对不对？不是啊，回来的时候还要行使什么老爷脾气，然后对太太、对儿女整天咒骂，儿女理你呀、对不对？现在我们法律可以规定什么？我们法律可以规定，你找邻里长跟亲友证明，他以前没有养你，你就没有养的责任，就可以把他老爸赶出去，对不对？现在可以了啊！这个有些人不知道啊，儿女还说好了，我多你管老辈啊，然后就闹，还整天臭骂啊，孩子给他东西就乱丢，给他吃的乱丢啊，最后乱累待他了，都回家超生给嘛，没钱做啊，你不要倒下去嘛。所以这些人都是规仙窟窿，我多他出几个锤，你没啊，这些人最后被家暴，这样。啊，他还会报那个，还会打117通报家暴，啊，家暴最后来调查了，社工人员来调查了，警察来调查了，发现是你自己以前的问题，所以我看了又感慨蛮深的，啊，就是妈妈没有，因为妈妈都对儿女的爱那个狠心妈妈也有了，但是比较不多了，狠心爸爸太多了啊，就这例子。好，任性啊。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一直想靠外邦的信仰，只有在肉体跟灵性的缺乏了、贫乏的时候，才会使他们回到伟大的供应者的源头了。上帝挪走的供应，好像是惩罚，其实是再给一次机会了，让我们学习依靠生命的源头了。就这样了。这个五谷新酒明明是上帝给的，结果以色列拿去倒贴情人。请问你做丈夫哪一个人不会愤愤自己呀？所以耶和华收回是耶和华的公义呀，并不是耶和华的不义呀。按那些领受恩典的人都觉得上帝不义，是很糟糕。所以，好，我们来看第3个10节到11节，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审判？第一个，让他们人生没有出路，要他们重新悔改；第二部分，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把这些收回，让他们变成贫穷、痛苦。你知道原本可以丰收的，现在变成农作物劝收，第9节吧，对不对？如果依照耶利米的看法是战争、饥荒跟瘟疫其实可以归纳就是战争了，因为战争男人被征召去从军，荒废了农务，然后兵荒马乱，也践踏了农田，然后就劝收。然后战争的时候死亡很多，没有能够安葬，尸体弃置在外，然后造成瘟疫流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惩罚他们，目的要让悔改了他们就是死不悔改。好，我们看2章10到11，我来读：如今我必在他们所爱的人眼前显露他的羞耻，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初一、安息日，使他的一切盛会都止息。这里明显讲到另外2种审判。第一个审判是在他情夫的面前让以色列人蒙羞；第二个也要停止他所有的宗教节期。他们把上帝的赏赐、恩典都当作是巴力给的，所以是很糟糕。等到真正丰盛的供应者上帝收回了他的赏赐，使以色列人看出他自己的谬误。好，那这里有2种收回赏赐。第一种就是当着情郎的面前羞辱他，剥光他身上的衣物。我看这是最难堪的惩罚，特别是对那些陷入爱情的人，简直是无法忍受。所以古人认为被剥光衣服是相当羞耻的这等于露了下体，让别人看到下体呢，就是羞辱那个人。创世纪第9章22节。所以你看第2节，2章2节、3节，先知先要他的儿子去劝告他的母亲，不要再袒胸露乳，露出淫相，不然的话我们告到法律去，你真的会被剥光衣服，像才生的胎儿一样裸露在众人面前。结果那个老妈就不信你不要再给我恐吓了，我听多了啦，了解吗？到了之后忍无可忍的时候，上到法庭的时候，现在就在法庭面前，在他情郎面前被剥光衣服了，使他备受羞辱。这里很清楚，上帝惩罚以色列人敬拜巴力。如果巴力是真神的话，一定保护他的子民的尊严、生命的尊严，结果他保护不了了。所以以色列人拜巴力，结果上帝惩罚的时候，
巴力无法阻止上帝的惩罚。这些神明都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不会拜巴力？什么时候？很有趣，整个历史人都拜巴力，直到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在耶稣的时代，没有人在拜巴力，了解吗？耶稣的时代没有人在拜巴力了，那迦南人还是拜巴力，他们不拜了，不拜了。他们从那个被掳以后才知道痛心彻骨，才悔改，才悔改。好，这是第一个很可怕的惩罚。第二个可怕的惩罚，这第11节，他们的宗教的庆典，上帝要全部的取消。那个庆典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乐、建立美妙关系的日子，在农业社会特别有意义。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里面，跟他们工作当中，应该多多的纪念上帝。所以节庆是纪念上帝，而且感谢上帝，以赖丰赐百物的上帝，所以他们向全能的上帝感恩，所以欢乐的在上帝面前守节，有吃喝的宴乐，也有欢唱的聚会。哇，这是很美的。可惜呀，现在很多教会不喜欢过教会节期跟礼仪，他们为了反对礼仪，其实他们是为了洗澡水脏了，就要把洗澡水倒掉，结果连里面的 baby 也一起倒掉，那是很可惜。好，他们以色列人的错误是在宗教节期里面混合了巴力的崇拜啊。以西结书第45章17节有列出整个清单，使整个宗教生活本来在上帝面前欢欣喜乐，变成沉醉于宴乐，宴乐就是狂欢呐。现在宴乐，台湾现在台湾现在你看啊，最近统计啊，那个台湾现在吸毒的增加了20几。对不起，青少年里面吸毒的增加了230几，多了就可怕啊！这些都几乎都富二代带回来台湾的轰趴，尤其那个同性人的轰趴，跟异性人的轰趴都一样，很恐怖。狂欢，他这里在讲的是哥妹的不忠贞的行为，那隐喻。本来跟丈夫同在一起同乐的聚会，结果她跑去跟情夫宣淫的聚会，结果喝得烂醉如牛，而且烂醉如泥以后，她说我什么都不服，我血都不服。为什么？说我只有扶墙壁了，不然就倒下去了，对不对？喝酒就这样乱来宣淫以后这样的聚会怎么下去啊？宗教节日本来是敬拜上帝的，结果却变成跟情夫。很恐怖，所以不是宗教节期不对，是他们把它变质了、异化了。好，他们的宗教节期是这样了，有些是1年1度的节期，就是逾越节、住棚节跟七夕节、五旬节，这是全国的男丁都要去守节，然后有1周的怎么样欢欣喜乐，结果他们把它变成跟巴力的狂欢节，成7天的狂欢节，那是糟糕的。好，他们每个月有月朔，月朔就是月亮出来的那个每个月初一啊，15是月圆嘛，叫月望嘛，初一是月朔。每月的第1天，这一天呢，工作停止，阿摩司是8章5节，所以这是什么？家庭的节庆日。这时候全家一起献上感恩，就是家庭礼拜啦，家庭礼拜。结果他们变成敬拜巴力钟营的日子，好可怕，就变成这样子。然后呢，安息日本来是身心得休息，然后敬拜上帝，结果敬拜巴力变成安息日，变成禁忌日，迷信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怕触怒神明，所以上帝非常的痛恨。他说：“你们这个国家怎么可以这样做？人民怎么可以这样做？你有没有发现，上帝要以色列人不准在他们过正常的宗教生活，所以他们国家都灭亡了，然后圣殿被拆毁了。”他们就流入到世界各地。
你有没有发现宗教生活非常重要？以色列人的宗教性很强，没有宗教生活，他们整个陷入无所适从，比他们亡国还要痛苦。所以他们在公元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没有圣殿可以敬拜，他们就发展出会堂，就用10个家庭，10个男丁的10个家庭，就组成一个会堂，然后一起读经、祷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宗教生活，然后也成为一个支持网络。你们知道那个会堂啊，就是你们家你怎么肚子怀孕了啊？我们家有什么坐月子东西的，说东西就送给你，了解吗？那我那个女儿回来可以帮你坐月子啊。另外一个人，你怎么咳呢？我这里刚好药方啊，就是以色列人都这样子彼此相爱。我儿子穿着那个以色列那个衣服啊，希伯来大学衣服，结果到纽约就好几个希伯来人，那犹太人说，你就好好跟他讲希伯来话，我儿子吓到了，下次不敢穿了。他们一遇到希伯来人就很爱你，就帮助你。你到国外你不要遇到华人，他一定电你，一定剥削你。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很多去只要你遇到华人的教授、指导教授，一定当你不然就是把你的论文剽弃。为什么？表示他大公无私。这个希伯来人、犹太人不会，犹太人只要找到10个家庭，他们就组成一个会堂。如果万一没有到10个人呢？3个家庭怎么办？他们也组成一个祷告祈祷所，用这样子来那个他们因为他们宗教怎么就被毁灭掉了嘛 ？OK， 好，我们再看2章12节。2章12节这里还有一个审判。12节我来读我要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所说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要将它变成荒林，为野地的走兽所吞吃。我要惩罚他数日给巴力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珠宝，跟随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在这2节的审判里面讲什么？我们来看12节。这里说我所爱的给我的赏赐，就是葡萄树跟无花果。这实在荒谬。这个每年8月到9月会收成的葡萄跟无花果树，这2个果树其实每一年可以收到2、3次，这是他们维系生活的基本食物，这是以色列人财富跟他们的欢乐的来源。没有这2个重要物品就没有庆典。结果耶和华的赏赐却被当作拿去倒贴给巴力荒淫所得的夜度之。这是很荒谬啊！你拿丈夫给你的钱去倒贴人家，这太荒谬了。所以耶和华要取消这些赏赐。其实这是做丈夫的合理的反应。他把该地变成野地，把葡萄园破坏成旷野、荒芜之地，一切的树林都变成荒林，所有的果实还没有成熟，都被野兽所吃尽。意思就是他们生活就陷入了生活的惨状，不但在宗教上没有办法献祭，连基本生活都成为重担。其实这里也在讲什么？你看4到11节都把女子比喻成田地，果实其实是她的儿女，因淫乱而生的儿女。我所爱的给我的赏赐是果树毁坏，果子被野兽吃走。意思就是以色列家的儿女完全被损害，这多么可怕的做主！你有没有发现，亚述帝国一掳了以色列人，就强制的把以色列男人跟女人分开，然后呢，把男人分配到另外地方娶另外野蛮民族，女人呢又被分配到地方强迫嫁，所有会生育的都强迫这样嫁，生出来都是那个，这样了解吗？然后呢，在当地剩下老弱残兵的留在那里的撒玛利亚人，又找5个民族来强迫跟他们结婚，这国家主导的呢，就是要把他们乱掉以色列人以后找不到纯种。我说北国以色列所以北国以色列这10族到现在是个谜，到现在全世界找不到，现在全世界找不到这10族呢。所以现在以色列族其实只有3个族留着，就是犹大、便雅悯支派
跟利未支派，其他的因为马拉西跟以法莲就约瑟支派了，变成拆这样，所以以色列其实有13支派，10个支派完全都不见了，这事都完全不见了，就这样啊。他所讲的都对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他们在敬拜巴力好荒谬啊！叫他们的少女献上童贞，士师记第11章40节暗述这种异教的习俗，所以上帝要毁坏他们做母亲的人去倒贴人家，还把自己生下来的小女孩拿去一起去做庙祭，这是荒谬。所以上帝要惩罚。所以亚述帝国的时代，那个狮子跟狼遍地游行，到处蹂躏啊！这里意思就是整个文明都瓦解，整个文明都瓦解。所以先知以何西阿所讲的话，那些预言一个一个都这样呈现，可这些人要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好，2章13节，这是审判官耶和华的定罪的宣告。以色列人平时就不时的佩戴丈夫结婚时给他的戒指、首饰，结果拿这些去倒贴他情夫，去追逐他情夫，完全忘记他丈夫的存在。所以这个最后要追讨哥妹，因为偏行己路，忘记了何西阿。所以以色列人追随外邦神，忘记他们的上帝，这不是普通的健忘，他是忘记了忠诚的契约。跟外邦的神私通，而且这是什么时候做？数日，就许多的日子，而且呢是面对诸巴力，哇，每一个都这样子，都拜，烧香奠祭，这个常见于个别的家庭跟官方的宗教场合。所以上帝本来要他们去向上帝献祭，到主坛前献烧香，结果呢祈愿，结果他献给耶和华，拿去给拜巴力，所以他们戴耳环表示什么？顺服。本来这个是顺服上帝，结果他们拿来顺服他们的情夫巴力，这些东西。所以从这样看来以后，这些都审判的信息。那我们下礼拜就要进入安慰的信息，进入安慰的信息。好，在这里给我们几个反省。第一个，我们要反省，我们今天大概不会去当庙妓。这个社会也没有这个淫乱的风气，没有我们也不会去拜偶像，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会背离上帝。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很恐怖的，都在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出卖自己的良心跟信仰。甚至于有些追求成功，他们所谓成功的教会的牧者，都也劝我：你不要再讲解圣经了啦，讲那种圣经没有人要听啦。你要让讲道成为一个心灵的 SPA， 激励人成功，然后讲那些成功的例子跟故事，而不要讲这个。可是我说不可能。我当年蒙召的时候，我要成为 the servant of the world。上帝话语的仆人，不是把上帝的话语来这报地一样来嚷然后变成我在背后讲这是不对的。要让解经，要让上帝的话其实对我们说话。所以现在人为了追求成功，出卖了灵魂，追求马门，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这一些东西都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今天没有拜巴力吗？巴力是富足、丰盛、繁衍的那个，而我们应该是在基督里的。上帝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我们在上帝给我们多少，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应当以我们的配偶为满足，以我们的儿女为满足，以我们所做的工作为满足，而不是假挖来看挖，整天羡慕别人，然后呢，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背弃上帝的代价是何等的惨痛。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惨痛的代价都失去了。所以我们就发现，
连教会的成功哦，都变成偶像，被牧师的偶像，会有教会的那个变成。所以我在荣光堂要离开的前一年呢，我们前2年去韩国访问，我就看到韩国首尔大学的一个哲学系的教授，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就写了，他说我们韩国教会其实在追求成功跟增长，我们是在拜韩国的精灵崇拜，精灵崇拜啊，精灵崇拜的是九头有九头公，五条有五条公，地条有地条公，各种神明啊。有贤惠有拜，有贤惠有保庇，有价有惊气。只要我拜什么都什么什么什么，就意思就是使我这个信仰是我操作的工具，这信仰使我功成立就，使我这些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有一些传道人放弃了外面的世界，在教会里面争夺世界，这都不对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应当有一有时就当知足。今天人最大的毛病是拥有很多财富跟生命以外的附加品，心中却没有上帝，这是很惨痛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回来吧，回来吧，回归真道，回归信仰，好好去想一下，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拥有很多的头衔，拥有很多的财富，拥有很高的经历，但是都不能为我们生命保证什么。我在想，最重要的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真的只有抓紧上帝，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抓住上帝的教训，活出上帝的旨意。另外，这段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趁着上帝还没有审判以前，赶紧悔改吧，赶紧悔改吧。何西阿讲的这些话那么犀利，但上帝的话语对于领受的人是拯救的大能，对于耳背、任性不听的人，却是一个审判的大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以色列人最后被亚述的灭亡，那些很惨，北国的时候都很惨，那些都是事实。黑格尔说：“我从人类的历史得了一个教训，就是人类不听历史的教训。”同意吗？真的，我从人类历史得了一个教训，就是人类不听历史的教训。趁着上帝还没有审判以前，赶紧悔改；趁着我们还有明天，还有今天，赶紧悔改。上帝是蛮有慈悲的上帝，恩典的上帝，但是并不表示上帝不发义怒，他是会发义怒的。他一发义怒，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用悔改的心来接受每一次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怜悯跟那个。所以严格来讲，我们主日崇拜每一次都要同诵认罪文然后接受解罪文都要好好的谦卑来到主的面前，都要重新悔改。所以这段信息看起来这么恐怖，其实何西阿用他的血，用他的泪在告诉我们：悔改吧，悔改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都是你所赐的。主啊，帮助我们用你所赐的，我们来再一次在主面前，回到你面前，把这些拿来敬拜你，拿来奉献给你，拿来委身给你。主啊，不容许我们敬拜我们的儿女过于敬拜你，不容许我们敬拜我们的功成立就，敬拜我们的财物过于敬拜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帮助我们教会的宴乐、节期、初一、安息日、月朔，这些盛会都是容神一人。主帮助我们每一日崇拜都来领受你的话语，都能够真正的悔改，都回归主的正路。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